想一想，如果是客家粽结合名茶，会是什么样的滋味呢？台中太平有一位张妈妈研发出了客家菜粽，很受欢迎。秘诀就在用自家生产的乌龙茶，要浸泡糯米，让每一颗米粒都散发着茶香。不但是好吃，更讲求健康概念，还少油低盐。今天感动时刻，我们带你一块品尝。台中太平的小巷子里，店门口有个身影忙碌穿梭。老板娘张妈妈熟练地翻炒着大锅中的糯米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粽叶香，还有阵阵的茶香。这是茶汤。本名范凤兰的张妈妈是新竹关西客家人，先生在台中经营茶庄，因此她灵机一动，研发出客家茶粽，大受欢迎。香喷喷的客家茶粽，每一颗米粒都散发着乌龙茶的香气，里面的馅料也经过改良。除了香菇、栗子之外，还加入当地生产的新鲜竹笋和客家卤肉，把所有美味串联起来的主角就是上等的山林溪乌龙茶。自家种的好茶要如何加进粽子里？张妈妈花了4年研发，关键就在这儿。把琥珀色的茶汤倒进糯米中，得要浸泡6个小时，直到每一粒米都吸收了浓浓的茶叶香。菜脯是我们客家人最传统的东西。把茶香米和配料一样一样包裹进粽叶里，张妈妈将传承自母亲的客家美味，加上自己的创意巧思。她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导入现代人养生的新观念，因为吃粽子比较油腻，大家都说热量比较大嘛，那粽子的那个笋子的纤维比较多啊，大部分的粽子肉是用炒的，但是我们是以客家人的客家小风的做法下去做的。包好的茶粽要进蒸笼，还要经过这一道工。我们在蒸的过程，我们加入乌龙茶，还有加入一些花茶，增加它的香气跟滋味。就连蒸粽子的滚水也要加进大把的茶叶。刚蒸好的茶粽香味四溢。除了茶粽，张妈妈也研发茶香客家风肉。茶叶的清香让客家风肉吃起来不油不腻，更加美味。客家传统手艺结合在地名茶，加上夫妻俩的用心，全都包裹在小小的粽子里，交织出绝妙的好滋味。乌龙茶琥珀色的清香消融了客家风肉的油腻，增添了粽叶糯米的芬芳。一串串的客家茶粽在热气腾腾的蒸笼里，酝酿张妈妈的客家梦想，更满足一段感动时刻。